人生就如一條小徑，穿越咗四季嘅風景，有得有失，笑中帶淚。神讓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，就如佢喺我哋生命中安排嘅每一個季節，都有佢溫柔嘅用意。有時春光明媚，有時風雨飄搖，人生如朝露。如果興衰成敗，聚散離合，都有神嘅心意，我哋應該點樣面對同埋配合呢？每個屬靈季節嘅意義，我哋有分辨得到嗎？今日就讓我哋走進人生24節氣嘅風景，打開心田，與神深耕細作。無論你處於乜嘢光景，歡迎你嚟到心之旅程第5季之季節是你寫給我的信。唔知天父又想寫一封點樣嘅信俾我哋呢？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同心電台，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 DJ 馬馬。各位團友，我哋開始啦！創世記32章22至31節。晚上，雅各起來，帶着他的2個妻子、2個婢女和11個孩子，過了雅博渡口。雅各帶着他們，讓他們過了河谷，讓他所有的都過去，只剩雅各獨自一人。有一個人來跟他摔跤，直到天亮。那人見自己不能勝他，就碰了一下他的大腿窩。於是雅各的大腿窩在跟他摔跤的時候脫了臼。那人說：讓我走吧，天亮了。雅各說：我不讓你走，除非你祝福我。那人對他說：你叫什麼名字？他說：雅各。那人說：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為你與神與人角力都能夠得勝。雅各問他說：請你告訴我你的名字。那人說：為什麼問我的名字呢？他就在那裏祝福雅各。雅各給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，因為我面對面見到神，還能保住我的性命。當雅各經過比努伊勒的時候，太陽照在他身上，他一瘸一拐，因為大腿脫了臼。各位團友，唞咗1個月，有冇足夠嘅休息呢？呢個星期天氣驟涼，話變就變，轉天氣大家要小心喎。嗰份微涼嘅秋風好舒服啊，仿佛話俾我哋聽，暑天嘅季節、辛勞嘅季節終於要告一段落啦。田野裏面紅葉泛起，果香四溢，慢慢我哋仲會聽到秋蟬嘅叫聲，朝頭早仲會見到露水嘅結聚添。秋天本係1年之間最令人欣慰嘅季節，等咗好耐啦，辛勤耕種，終於到咗收成嘅時候。秋天係一個上帝溫柔咁邀請我哋停低嘅季節。春夏嘅忙碌過後，農夫終於可以坐喺田基，望住堆積嘅穀物，回顧整個旅程。可惜嘅係，我哋經常跳過呢一個步驟，一忙完之後，我哋就急於計算收成係咪滿意，達唔達標，卻忘記咗回顧本身就係神嘅恩典。如果我哋唔肯停低回顧，我哋就會只係定睛喺業績同埋付出，睇唔見別人嘅參與，更加睇唔見神隱密嘅恩手。屬靈嘅回顧係邀請我哋從神嘅眼光重新睇返過去嘅道路。喺漫長付出嘅炎下，我哋可能只係見到困難同埋進度，但係嚟到收成嘅秋天啊，我哋卻能夠從結果回望，睇見嗰啲曾經被忽略嘅恩典嘅痕跡，
嗰句及時嘅鼓勵，嗰個意外嘅轉機，同埋嗰次適時嘅幫助。回顧呢個功課，讓我哋學習明白神喺我哋生命故事中留低愛嘅注腳。第二個秋天嘅屬靈功課係感恩。收成呢，有豐收，亦都有失收。面對豐收，每個人嘅反應呢都可以唔同嘅。有人會歡喜快樂，豐收喎，可以一齊慶祝，係最好不過嘅事啊。不過呢，唔係人人豐收都會感到開心嘅喎。有時呢，我哋會感到麻木同埋疲憊。經過咗漫長嘅拼搏，不知不覺間，或許我哋衝得太耐啦，我哋嘅心已經好攰。攰到連慶祝嘅心力都冇，可能係過程中累積嘅傷痛、失望、失聯啦，讓我哋喺豐收面前感到複雜同埋矛盾。面對好好嘅成績，又或係教會屬靈嘅果效，好多人信主啊，本來應該開心嘅，但係有時真係會覺得好似事不關己咁，好無感。麻木其實都係一種感覺。佢嘗試同你講緊一啲嘢，如果你長時間都係咁樣嘅話，值得留意嘅。回顧感恩呢個功課，雖然涉及感覺，卻唔係基於感覺，而係基於事實。無論我哋嘅感受如何，神嘅恩典都係真實存在，都值得感恩。更加重要嘅係，真正信心嘅功課，有時唔係喺豐收，而係喺失收方能體會。如果只有豐收先至會感恩，咁樣只係成功神學。人生嘅田地本來就有豐年同埋荒年，都可以有神嘅美意喺裏面。有啲失收係出於我哋嘅軟弱，需要反省同埋悔改；有啲同環境有關，唔到我哋控制；更加有一啲係出於神嘅奧秘同埋旨意，係我哋要學習同埋信服㗎。感恩呢一個舉動看似冇果效，唔係一件有生產力嘅議題，所以特別喺繁忙嘅 schedule 入邊，永遠唔係 priority， 唔覺得佢重要。但係肯花時間感恩，操練留意神恩典嘅足跡，係屬靈馬拉松長跑嘅關鍵，唔能夠草率㗎。謝謝我主，原是因醫治我，從未嫌棄，抱緊我入你懷。謝謝我主，願關心與體諒，常維護我，在恩典裏改正。第三，秋天係內在塑造嘅季節。大自然嘅秋天係向內收斂嘅季節，好似樹葉落下，保存養分，重回根部嘅過程。屬靈嘅生命都一樣。春天、夏天，我哋專注外在嘅 doing， 而秋天卻邀請我哋轉向內心嘅旅程。特別係當我哋面對收成嘅時候，嗰種複雜嘅感受，更加需要我哋靜落嚟，聆聽內心嘅聲音。讓神陪伴我哋梳理呢啲情緒，走進更加深嘅地方。神睇重我哋嘅品格，着重我哋嘅 being， 比我哋手作嘅 doing 更深。收成嘅時刻，往往最能夠顯露我哋真實嘅品格。成功嘅時候，我哋係謙卑定係驕傲？失敗嘅時候呢，我哋係怨天尤人定係信靠交託啊？而當感到疲憊麻木嘅時候，我哋係選擇放棄定係尋求神嘅蘇醒帶領呢？神渴望我哋結出屬靈生命嘅果子。呢一趟向內走嘅旅程，最終目的係要我哋成聖，更加像耶穌。藉住聖靈嘅引導，我哋嘅經歷，我哋喺外在嘅勞碌同埋收成，無論係歡喜定係疲憊，喺神嘅手裏面都可以成為塑造我哋內在生命嘅材料，讓我哋活出更豐盛嘅生命同埋基督嘅樣式。有冇留意啊？好多時候我哋過得到春天嘅挑戰同埋夏天嘅考驗，卻喺秋天嘅收成中感到迷失。可能係面對結果唔滿足而生出懷疑，又或者好似完成咗個 to do list，
衝完啦，突然間唔知道之後要做啲乜嘢，又或者我哋唔想進入我哋內心嘅旅程，就喺呢一度選擇放棄。但係秋天呢，其實係一個好值得慶祝嘅季節，唔單止慶祝成果，更加係慶祝我哋成長嘅過程，慶祝神嘅信實，慶祝生命嘅轉化。呢一個先至係最重要嘅收成，遠超過任何外在嘅成就同埋感受。有一位朋友同樣經歷秋天學習嘅功課，喺紛擾嘅一生同埋計算裏面與主相遇，經歷秋收。佢就係雅各。謝謝我主，願施恩醫治我，從未嫌棄，抱緊我入你懷。謝謝我主，願關心與體諒，常維護我，在恩典裏改正。某一個夜，有一個人，涼風習習，雅各喺雅博河邊精心布防。佢將要面對昔日俾自己一碗嘅紅豆湯就呃走咗長子名分嘅哥哥以掃。佢好驚啊，好驚佢哥哥會報復，會殺咗佢。面對聽日同以掃嘅生死相遇，雅各用盡一生所學嘅計算，將人馬分作兩隊，將所有財產同埋妻兒送過對岸，自己留守喺後方。喺佢嘅計劃中，呢個佈局天衣無縫，進可攻，退可守。萬一有乜嘢風吹草動，佢隨時可以抽身而退。但係雅各萬萬估唔到，喺雅各以為布防得滴水不漏嘅時候，喺神手裏面呢，卻成為咗神向佢破防嘅機會，係一個神聖介入嘅停頓點。當雅各將所有嘅家人家當全部送過對岸嘅時候，當佢以為自己置身最安全嘅距離，神卻讓佢經歷一個徹底孤獨嘅夜晚。想象一下呢個畫面，星空之下，雅各獨自坐喺河邊，原本用嚟保護自己嘅河流，此刻成為咗隔絕一切依靠嘅屏障。佢聽到嘅只剩下河水聲、風聲同自己內心深處嘅回響。雅各開始真正回顧佢自己嘅生命，可能佢會諗，點解我會淪落到呢個地步，要靠一條河，靠擁晒啲屋企人嚟保護自己？點解我成世人都活喺計算同埋恐懼之中？我努力經營嘅一切，真係可以帶俾我安全感咩？而其實成日要找住一啲嘢，成日要操控計算，其實我都好攰。正喺雅各最高防備又最冇防備嘅時候，神出現，佢親自同佢摔跤。當雅各以為佢嘅對手係佢阿哥嘅時候，原來今晚神要成為佢嘅對手。呢場摔跤唔係雅各計劃中嘅一部分，卻成為佢生命嘅轉捩點。當神摸咗佢大髀窩一下，雅各隻腳就跛咗啦。有冇諗過點解神要咁樣介入雅各嘅生命？喺聖經入面，神同人咁多個邂逅之中，仿佛只有雅各，神係會咁樣同佢親自搏鬥。雅各呢一生人就係搏鬥、博弈、爭競，佢最擅長嘅就係與人搏鬥同生命博弈。雅各嘅名字就係解作抓住、搲住嘅意思。神最明白雅各，佢冇睇小佢，冇嫌棄佢，反而用咗雅各最擅長嘅地方進入佢嘅生命。不得不承認，有啲生命最深刻嘅體驗，就係喺我哋同神、同人、同自己嘅拉扯同埋搏鬥中發生。拉扯、講數、拔河之間，才能夠讓一個好勝嘅人低頭同埋領悟。而喺呢一個充滿腎上腺素、充滿成敗得失、輸完又贏、贏完又輸嘅邂逅裏面，一定有一啲嘢觸動到雅各，讓佢發現原來眼前同自己搏鬥到天明嘅，甚至一直以嚟同佢搏鬥，嘗試叫翻醒佢嘅係神。謝謝我主，常垂領
我導航，無懼前往，靠着神恩必得勝。謝我主，更應許永確定，在我一生裏只有祝福沒咒詛。所以有時候乜嘢係失收，乜嘢係豐收，真係唔可以從表面睇到，更加需要神幫助我哋從屬靈嘅角度去回顧同埋發現。從表面睇，雅各瘸腿係一個失收，佢失去咗健全，失去咗逃走嘅能力，成為一個殘障嘅人。但係從屬靈生命嘅角度睇，呢個卻係雅各改頭換面關鍵嘅一刻，係豐收。佢得着謙卑，得着新嘅名字，得着真實嘅生命。神亦喺雅各最強、最有能力嘅地方加以發展，由找住世界、找住別人嘅好處，轉化為緊緊找住神同佢嘅祝福，重新有一個依靠同埋信服嘅對象，亦讓一個好勝嘅人學習讓神勝利嘅功課。而呢一份收成呢，亦需要雅各付出代價，被神破碎，被神重建，留下殘缺，卻係恩典嘅記號。或許我哋都需要一個神聖嘅停頓點，被神介入，甚至與神摔跤。神容讓雅各同佢摔跤直到天亮，亦讓雅各喺摔跤中經歷生命嘅限制同埋轉化，被降服，被祝福，讓佢由雅各轉變為以色列。佢有一個新嘅身份啊，由欺騙轉為屬神嘅人，成為以色列12支派嘅父親。我哋呢，有冇地方都需要停一停，被神嘅恩典介入呢？親愛嘅團友，你正喺度經歷緊失收定係豐收啊？會唔會好看重成敗得失，好叻計算，為自己布防揾安全感呢？或許我哋生命都好似雅各咁，需要一個神聖嘅停頓，被神率領導航，甚至讓我哋有勇氣同佢搏鬥，從而更加認識佢，被神扭轉。願我哋嘅恩賜同埋專注，由找住世界揾價值，轉化為找住神同佢嘅帶領。呢一趟向內走奇妙充滿恩典嘅旅程要開始啦！願你睇到，無論豐盈定係缺乏，神嘅愛永遠不變。神就係我哋最大嘅豐收同埋祝福。在我一生裏，只有祝福沒咒詛。你生命裏面有冇邊個經歷表面睇係失收，但係而家回顧其實係屬靈嘅豐收啊？你需要一個神聖嘅停頓點嗎？有一個空間，用屬靈嘅角度與神回顧過去嘅光景嗎？你有冇邊方面需要被神介入，甚至破防呢？
主啊，你係收成嘅主，你係賜福分嘅主。收成裏面，我哋迎見你，心懷感謝，連同心底嘅攰都袒露喺你面前。我承認，有時我哋掛住收成嘅結果，但係忘記咗賜下收成嘅你。我哋唔肯停低去同你相遇。求你俾我哋停低一下，經歷一個神聖嘅停頓，讓你觸摸我哋，破碎同埋更新我哋，叫我哋內心結出屬你嘅果子，活出你俾我哋新嘅身份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啱啱聽過嘅有謝謝我主，各位團友歡迎嚟到下半部分嘅季節是你寫給我的信。秋天同冬天係馬馬最喜歡嘅季節，我覺得好舒服啊，亦係一個屬靈上面有好多心意嘅季節。嚟緊處暑，我哋會學習面對人生落葉同埋低谷。秋分呢，我哋會探討一個屬靈嘅概念，以平心面對得失成敗。去到霜降，我哋會檢視一下有冇啲乜嘢地方，我哋都可以放一放，為主放手放低，係我好期待嘅季節。有3個報告。第一，如果你想盡心敬拜，唔好錯過我哋11月11日開班嘅敬拜讚美研習班102啦。呢一季我哋會探討敬拜裏面實務嘅流程、安排、配搭同埋設計，從詩歌編排、敬拜主領、歌樂手嘅協調，至到從屬靈嘅層面去理解同埋預備敬拜。早鳥優惠10月27日星期一截止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第二，我哋敬拜者使團 TWS 招募歌樂手啦。如果你或者你識得有朋友喺音樂上面好有恩賜嘅，亦都有一個好想服侍神、服侍基督身體嘅心，亦想揾一個團隊係可以彼此學習、互相勉勵同埋守望嘅，喺呢個城市推動敬拜，我哋好想認識你，亦都俾一個機會，我哋可以同你分享呢一份團隊服侍嘅喜悅。截止報名11月7號星期五。最後，唔知大家有冇嚟我哋今次敬拜音樂會呢？當日我哋與弟兄姊妹鄰舍同埋小朋友一齊敬拜，係好美好嘅事。延續敬拜神嘅感動，我哋推出咗全新專輯 The First 同埋歌譜等敬拜資源。今年我哋嘅主題係重拾初心，係一份情懷嘅禮物，特別為此設計咗一個好精緻、好值得收藏嘅限量版禮盒套裝，入面包含 USB。做到好似黑膠碟咁樣嘅 CD， 同埋好有心思嘅 postcard， 供各位選購，支持我哋與教會、鄰舍、青年同未信嘅朋友同行嘅事工。所有課程、招募同埋 product 嘅資料都可以喺我哋嘅網站揾到。同大家報一報天氣，我哋一齊睇下天氣先生預測。天氣逐漸轉涼嘅同時，氣溫仍有機會回升，日間乾燥，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係處暑嘅節氣啊！至於鄰近海域、南澳以南、汕尾以南、香港以南、沙堤以南、海南島沿岸等地嘅四極，都要敬畏耶和華，同埋學習停頓、回顧、被神介入，與神進入一趟向內結果嘅旅程啦！如果你喜歡呢個節目，記住 subscribe、like、comment， 鼓勵一下我哋，或者寫下你嘅學習，同埋 share 分享俾你嘅朋友同埋所屬群體。我哋處書見啦，拜拜。就算於荒野地，你一生作我居所，我願回歸你的愛。